再过10年，这个地方不复存在了，那茄子面会变成一个符号，也会变成一些人的回忆的符号。而且好长时间没有吃过你烤的。别的地方是拌不出这么好吃的辣子，就唯独这家，在国外就很想念这个辣味。老三的串儿，从1995年吃到2017，吃了20来年了。我是扬州中学98届的，我叫周密，很怀念这味道。老鬼子，上菜。啊。从小出生到现在，我一直都在这个地方成长。我们俩约会的时候就在这吃。我那时候跟我老婆谈恋爱的时候也是在这边。吃的就是一段感情吧，朋友们在一起，从那种年少无知啊，然后那种懵懂的年龄，成长到现在为人父、为人母，一段过程。走的时间也久了，回家之后觉得，不管走到哪儿，这是一个家里的味道。有时候突然之间可以找到我的照片，这种感觉怀念20年、30年、40年，这个感觉感受。千山万水脚下过，一缕情丝挣不脱。学生就是一场戏，每天都是没有彩排。